葡萄牙嘅葡撻好食，大家都知，原來仲有好多好精彩嘅嘢，等我帶你周圍去睇下。葡萄牙位於歐洲最西端，距離香港大約11000公里，屬於歐盟成員，即係話你只要擁有葡萄牙國籍，唔單止可以自由出入28個歐盟成員國，更可以享受讀書同工作免簽證。好啦，終於嚟到里斯本啦！大家估下第一站會去邊度？介紹葡萄牙，當然要講下佢哋航海嘅歷史。好似呢座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，建於16世紀嘅防禦工事貝倫塔，係里斯本嘅標誌性建築物。隨住當年大航海時代嘅來臨，里斯本成為咗一個重要嘅海港。當時有必要建造一啲防禦工事嚟保護里斯本同埋佢嘅港口設施。呢度咧可以話係一個必到嘅景點啊！而喺隔離，同樣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嘅羅尼莫斯修道院，可以話係里斯本最為突出嘅古蹟。喺當年大航海時代，當啲海員就嚟出發，呢度就係佢哋祈禱用嘅教堂。雖然經歷過1755年大地震嘅洗禮，但係至今仍然屹立不倒。行咗咁耐，要揾啲好嘢食下先。呢間鋪出現於19世紀，佢最出名就係貝倫撻，不過仲有另一個名，就係大家非常熟悉嘅葡撻。呢度咧係葡萄牙傳統食葡撻嘅地方。葡萄牙傳統嘅葡撻比我哋食開嘅更甜、更鬆化，真係別有一番風味。大家睇下葡萄牙嘅生活係咪好悠閒呢？係啊，真係唔錯㗎。就好似呢個全新樓盤，只需要50萬歐元，除咗可以擁有一間夢寐以求嘅屋之外，仲可以成為投資移民，得到葡萄牙嘅居留權添。只要每年住夠7日，6年後就可以申請入籍葡萄牙，而你同你嘅家人就可以享受到呢度咁優質嘅居住環境啦。咁夢想就可以好快成真啦！今晚就係賓菲加同士砵亭嘅大戰，氣氛變得好熱鬧，所有球迷都相當興奮。不過佢哋係好有秩序，因為葡萄牙嘅治安係非常之良好，屬於世界上最安全國家之一。